互人叫做反光镜菩萨的张秀雄，在生进前呢，让法官去设路边的反光镜，提升交通安全。伊伫咧2022年过身了后，就民间团体自愿发起设反光镜活动，希望会当传承伊做好代志精神。天都还未光，就传好势出发。张秀雄先前逐工义务伫北台湾各所在设路边的反光镜，伊因为退休了后，亲目看到车祸现场反光镜真垃圾，尾就逐工骑车早推加倒步四界设反光镜，已经伫2022年过身。有民间团体选择发起设反光镜活动，伫各地原来引起大家回应。不止他们会陪我们一起擦，有些甚至还会准备一些零食、饮料来给我们年轻人加油打气，也跟着我们逐条街的走下去。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在用路，他们不会去看反光镜，但是你自己擦过之后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反光镜其实是很好用的，就是你在一些死角的地方，你看反光镜，你可以看到来车有没有来。上会就各行各业的民众做伙响应设反光镜，同时也配合交通部做伙宣传守护行人安全。交通部表示，反光镜大部分会设伫无车顶、街路交叉点，也是车道出入口，来辅助驾驶了解路况。平时拢有维护单位，不过确实是有一寡所在因为气候的影响，较会无。任何民众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他也可以主动，不管是通报我们或他帮忙擦拭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让我们公司部门大家可以一起来合作，来维持这个交通安全。交通部表示，陆建民跟政府协力，互交通安全有更较侪人注意，也互较早点点设反光镜的张秀雄，会当有人传承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